继续来看台北市政府依照着惯例，要邀请到上海的赏灯团来台湾参加着台北灯节，也毋过再度互陆委会来退镜。陆委会讲，因为部分的行程牵涉旅游观光彩线，必须由观光小两会沟通了，才过来申请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遗憾，讲两方的关系紧张，更加需要沟通交流。 一起来合照一张。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替5月17日要登场的双北市总运来展现赛会服装。不过另外一个活动，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灯会活动，照惯例邀请的上海赏灯团今嘛来台申请，搁再互陆委会驳回。我们非常遗憾，今年确实打破了行事多年的惯例，路应该越走越多，越走越宽，开大门走大路。第二团是上海市文旅局副局长金瑞带领7人团，原定2月11到14来台参加台北灯节相关的活动，确定无法度来。陆委会就表示，两方的观光涉公权力的事项，为了保障国内旅行业者民众的上大利益，两方观光旅游打算团来台，应该透过观光小两会交通甲安排。这团来台行程部分涉及旅游观光打算，该互观光小两会交通了后才申请来台。不过，若是这届今年陆委会专属禁止上海东景展业来台交流，加上双城论坛金门防封杀已经是第3例。我一直强调，两岸关系越紧张，越需要沟通跟交流。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，请蒋万安市长以及国民党的民代看清楚真相。 不要老是热脸想贴中国的冷屁股。台北灯节上海赏灯团文化交流惯例，即马就算是无官方，民间的交流嘛是继续。灯节属旅游业者组成的第3团14人团，按算2月13到台湾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